台东县火烧岛的民众伫海墘仔发现一只海翁靠山，而且这海翁的身躯已经互人挂一块肉起来啊！即马海保署甲救援团队阁发现讲，这是一只真罕见的海翁，所以要用20万的奖金呼吁民众斗掠凶手。2年前，小海洋船伫成功外海发现一群海翁甲海猪啊。 因拢唔惊人，解说员发现这是神秘的银形器中汇鲸，因为因甲一般的中汇鲸真成，伫海上分较袂出来，而且全球发现数量真少，是真罕见保育类的海翁。世界最神秘的鲸类哦。它的那个个体资料比较少被发现，那主要都是用渔获，因为渔获致死或者是搁浅致死的这样的个体才能够去找到它。 啊，毋过有一只银形器中汇鲸，特别互离岛民众发现掉伫叉口海岸，而且身躯互人切挂，甚至挂走一大块肉。海保署甲鲸豚救援团队去调查，伫附近海沙堡发现一块肉块，真残忍。海保署即马要发出上悬20万块的奖励金，请民众提供线索追查凶手。因而破案的话，我们会依据奖励办法，在根据协力的情形，在 适当的这个额度之内呢，给予最高的奖励。海保署表示，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，台保育类野生动物会当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各罚20万至100万，呼吁民众唔通违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